今次咧剛才你講話有佢其他嘅佢組別咧就拆票啦。我相信咧市民係好聰明嘅，市民咧唔會揾一個候選人咧淨係為參選而參選嘅。咁好似舉個例咁，呢4年啊，高天賜咧接見咗15000個市民，個數量唔少嘅。同埋咧，佢對市民承諾啦，係2005年嘅承諾咧，佢已經做咗135個口頭質詢，同埋即係書面質詢，同埋咧就係10個口頭質詢，39個咧以前發言。咁點解佢做咁多口頭質詢，同埋見咁多市民？因為市民對佢有信心。我哋每次解決個案咧，唔係就咁接見個市民，佢自己親自咧就同個市民會面，跟住咧就跟住個案咧，因為我哋第二組新希望啦，啲候選人大家都有政府嗰方面個豐富經驗，知道去邊個渠道可以解決佢哋個就業問題啊，佢哋個如果係市民咧就係被解僱，我哋點樣可以跟進個案啊？或者咧就係醫療嗰方面，我哋點跟進啊？老師個面對個問題啊，我哋點解決啊？即係多方面咧，我哋都會跟進到尾，最緊要咧達到個目的咧，解決市民嘅問題。通過2位剛才的介紹，我們對等於說是高天賜先生過去4年的工作有了一個比較詳盡的了解。那本屆的選舉，我看你們的政綱有9個大的範疇，那你們能不能簡要介紹一下這個政綱主要的內容，它核心的重點是什麼？嗱，事實上我哋回歸將近10年呢，我哋見到點解有咁多問題仲未解決呢？主要個關鍵嘅因素呢，就係我哋必須要有呢未來有關高官問責制。尤其是由行政長官辦公室，包括司長呢，係一定需要負起嘅責任，包括行政嘅責任。冇呢啲咁嘅制度，包括呢啲咁嘅法例呢，上梁不正呢，下梁一定歪曲嘅。所以我哋唔單止淨係坐守旁觀，睇到啲局級有咗嗰個高官問責制，事實上呢，嗰個高官問責制呢，本身已經係有喺度嘅。咁呢樣嘢係帶出嚟一個問題呢，本身特區政府都唔知道係點樣真係要做到呢個所謂高官嘅問責制嘅樣嘢，重疊呢，再重新做一個方案出嚟。無論點樣都好呢，我哋都好希望呢，不久將嚟呢個第一個方向感呢，我哋係需要督促政府呢，立即去立啲提案呢，有關高官問責制。其次呢，就係我哋個政綱係好大膽列出嚟，根據基本法附件1同埋附件2裏邊呢，係需要呢改選有關選舉辦法，尤其是普選行政長官同埋立法會直選嘅席位嘅。我哋嘅目的就係盡快呢改好。我哋個政綱寫得好清楚，我哋希望呢普選澳門市民呢，全澳門市民有資格嘅可以選佢自己嘅特首。我哋係應該有條件可以咁做嘅。其次呢，將嗰個間選嘅議員呢，尤其是來自社團嗰方面呢減少，就將嗰啲職位呢撥晒去直選嗰度，咁樣先至回應到澳門市民所。咁委任議員係點啊？而家委任議員廢晒先。嗱，委任議員呢一方面呢，我哋都喺政綱裏邊都好寫得好清楚，唔係一次過一刀切咗落去，咁就需要呢係按而家社會，尤其是行政長官喺基本法佢嘅獨特嘅地位呢，佢係有應該深思熟慮嘅情況，睇到點樣呢，佢會認為呢幾多係應該適當呢係俾澳門市民呢自己去選出嚟嘅。對，我們聽到高森對這個政府的監察以及這個民主進程的這樣的一個時間表，好像還是比較激進，或者比較時間表上是比較緊迫的。那譚博士，你的觀察？我就比較有個問題，因為大家都知道咧，行政長官只係300個人投出嚟嘅啫。咁但係直選議員咧，個個都有成1萬幾2萬票嘅。咁由行政長官委任嗰7位議員，實際上個代表性係比間選議員或者直選議員都低嘅。點解你會贊成一個即係冇乜民意代表性嘅委任議員呢？嗱，其實呢個情況係咁，我哋而家嗰啲所謂來自社團產生出嚟嘅代表議員呢，我哋都唔知有幾多代表性嘅，好難去猜測究竟呢佢哋啲社團裏邊個所投呢一位人士當值呢個議員係點樣有幾多代表性？兼夾我哋如果
我哋根據我哋嘅政綱講明，全澳門真係有機會投我哋嗰個行政長官咧。當然佢有個代表性喺度啦，本身嗰個行政長官已經有個代表性。咁喺呢個代表性裏邊，佢再創新，佢再揀翻佢自己認為可以平衡到立法會各方面嘅利益，尤其是少數利益，佢可以咧做到一啲平衡嘅工作。但係你唔好忘記，因為係普選咗，係絕大部分澳門市民選咗呢個特首出嚟之後，佢再委任嘅呢啲人呢，我相信呢一步一步邁向前，我哋整體我哋澳門嗰個議員都係直接咧選出嚟呢，係一個好大步嘅向民主嗰方面呢去睇到。所以我哋會希望呢，就係漸漸咁樣改善嗰個政府委任嗰啲議員。事實上啦，即係大家市民都可以睇到，政府委任啲議員呢，真真正咧代表唔到市民。佢哋冇監督過政府喎。佢直情佢哋每一次政府嘅議案，佢都投。佢哋直情係代表政府喺立法會講嘢嘅。咁呢樣嘢咧，我哋絕對唔同意嘅。所以呢，就因為我們看新希望的政綱裡面呢，有9個範疇，包含了很多方面。我們剛才講對政府的監察以及民主進程方面已經討論了不少。那民生方面的東西，能不能請單濤思女士幫我們介紹一下？民生咧，大家都知道咧，所以我哋點解要分我哋嘅政綱咧？係第二點咧，就係個經屋同埋社屋。本人咧係澳門出世嘅，喺澳門出世咧。以前咧就喺澳葡政府管治之下咧，我都有機會有一個社屋㗎，喺北區住嘅。即係澳葡政府400多年管治澳門，都有關心澳門市民。回歸之後咧，我哋當時咧就係盼望有一個好大個新希望，好大嗰個期望，希望政府咧可以解決澳門最面對最困難嗰個問題就係房屋啦。不過好可惜，一間屋都冇起過。我哋知道有幾萬人喺度排隊，我哋每日咧接受咧不少市民咧要求我哋咧能夠咧向政府反映咧，佢哋排嗰個名單咧，可唔可以盡快可以俾屋佢哋啦？咁我哋希望咧就係喺立法會咧繼續監督政府咧，就係公平、公正、公開，就開始咧就係讓澳門市民有面對最大困難的市民可以自己安居樂業。你冇一間好屋俾佢住咧就好困難，呢個就係第一點。第二點咧醫療啦，大家。